苗栗市在3年以前成立了一间社区大学，丰富多元的教学方式，让民众了解客家文化。换上木屐，学生跟着音乐开始跳起日本舞蹈。而在教室的另一边，这些阿公阿嬷级的学生正在认真的听中医拔罐的技巧。通常就是会选择肌肉比较厚的地方呢，我们先给他拔啊。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全是社区大学的课程。由于学校就设在苗栗，客家文化教学当然也不可少。亚社区大学哈，一块乡土文化学程，然后客家学程这2个哈。亚另外就整推客家文化，还有苗栗的乡土的文化的一些知识的介绍。除了课程的设计之外，师资阵容也很重要。许多在外教学的老师纷纷回乡教学。当初看到样是说这个给他设立宗旨哈，这个完全能够提供这个苗栗人的一个需求，我觉得非常意义非常重大。是说就讲有时间就来探索一下了。丰富多元的教学内容，轻松有趣的上课气氛，让学生在自然而然的环境中认识文化，培养兴趣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文史工作者曾年友多年来四处收集客家庄的黑白照片，留下新旧世代交替的画面。推着小推车走进客家庄，曾年友带着儿子亲自体验客家农村的生活。10年前，曾年友回到中立故乡，开始客家文史的研究。都在自家也係幾隻足球有反向嘅能力無？呢種課題嘅說到樣係只幾隻什麼樣長途嘅經驗嘅重點哦。翻开这本日據時代楊梅地區的書冊，黑白影像為歷史留下見證，同時也捕捉早期客家人的生活習慣。比如講有條相片，佢哋就從佢我讀嘅在神龛當度有一隻嘅安尼講阿公婆牌嘅祖先牌咧，係太太隻嘅，佢看到人太太牌安尼講太牌所以按嘅來要。曾年友说，传承客家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语言。在家里，曾姓夫妻都会和小朋友说客语，身体力行，实践理想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桃园报道。新浦有一位刘邦贤先生，20多年来花了大约2000万元卖掉2栋房子，在台湾各地搜集1-2万件传统客家文物，要开一间动态文物馆。为了要省钱，刘邦贤自己开怪手整地，不然文物馆已经快放不下他的收藏了。这位住在新竹县新埔镇的刘邦贤，用了20多年的时间，总共花掉2000万，还卖掉2栋房子，一切的费用只为了在这个3000平的地方摆传统的客家文物。来保存很多年，来按辛苦呢，来收藏，来保存。为了咧汉语台来本人看的哈。这些将近2万件的文物，全部都是台湾本土的收藏。刘邦贤不但公开展示，还免费让民众参观。刘邦贤表示，虽然少了门票的收入，但是他会继续撑下去，和所有的人一块分享客家文物之美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